好，我哋最後嚟睇下2021年嘅第45條。咁咧佢就話咧喺2019年尾嘅時候啦，用咗30萬啊儲落銀行，咁就放入定存入邊啦。咁啊年利率係0.8%。咁啊2020年尾咧再次撳出嚟啦，因為91年啊嘛，91年之後佢再對翻咗港紙，以港紙計算佢究竟係賺定蝕咧？咁啊，值得留意啊，佢係用人民幣去做定存嘅。咁我哋又要揾翻佢港紙究竟賺咗幾多錢喎？所以你要先取一筆數，就係咧將2019年尾嘅嗰筆30萬人民幣咧除翻當年嘅嗰個匯率，即係0.902。咁咧就會換翻咗港紙係33萬2千幾啦。咁就睇下佢到年尾2020年尾究竟賺定蝕啦。咁啊同樣用翻30萬人民幣，咁就揾翻佢嘅年利率啦，一年啦1加0.8%，再除翻佢新嘅2020年尾嘅嗰個匯率，咁就揾到原來港紙係跌咗變32萬幾喎。咁我將2020年減翻2019年，你會發現咧係減咗4967嘅，咁即係損失咗4967蚊港紙啊。